台湾的少子化真严重，去年只有13万4千外阿婴仔，连续9档是愈生愈少。也毋过国民健康署补助的试管阿婴仔，去年就有9000外个。国民健康署嘛表示讲，补助3档来有2万外个试管的阿婴仔，其中有600外对翁仔某是生第2胎哦，有4对翁仔某声称讲要拼第3胎。 现代人万分万生，生育率是逐年降低。根据内政部的统计，就算是龙年，去年2024年新生儿出生数是13.4万外人，搁创新低。已经连续9年新生儿的人数拢降。不过，卫福部补助催生的试管翁婴仔，去年成功生9000外翁婴仔，说是扩大人工生殖补助计划以来的新冠。38岁以下的话，基本上做试管的成功率都有50%以上这样。 如果你是35岁以下的话，基本上你的成功率都会到80%左右。卫福部国健署讲，2021年7月开始扩大人工生殖补助，3年以来，拢总帮助超过2万对翁仔某迎接2万4千外新生儿，某年岁中位数是38岁。去年有8000外对翁仔某是顺利生，9034个试管翁婴仔，嘛比前2年增加。另外嘛有未生的翁仔某是善用补助，已经是2个3个啊。 657对夫妻已经顺利迎接他第2胎的这个试管婴儿的到来，有4对夫妻已经开始申请尝试进行这个第3胎的这个试管婴儿的补助。 国健署提示讲，有计划要生囡仔的翁仔某应该量早规划，掌握25到35岁黄金生育时机。只要翁仔某其中一个有咱国的国籍，某还未满45岁，翁仔某规律性生活是超过1年以上，同款无有新的消息在条件，就会当到全国103间地域的人工生殖机构，请医师来做评估，申请补助。一般的翁仔某第一摆申请，上悬会当得到补助10万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